谢谢。南梦姐，你家布置的真的很温馨哎。真的啊？哎，我给你看，你看，我上次看到这个家里的装潢，我特别想，如果以后有孩子的话，我要把婴儿房装成这个样子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很可爱啊。我去帮帮他，你一个人坐一下。哎，豆角包好了，还有这些蔬菜也洗好了。鸡翅就做上次那个样子吧，味道特别好，我想我女朋友一定会喜欢的。今天就麻烦你好好表现一下了。我们公司虽然不大，但是五脏俱全，还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呢。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问我们哦。对的，对的。哎，这个策划案，谢谢。聊什么呢？那么开心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孙林，林总的大秘，大红人，你可得好好认识一下。你好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别贫了啊，别打扰人家工作了。乃梦和爱宝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看着他们俩那么好的关系，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矛盾和纠结，总觉得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在我周围围绕着。闹闹，是吧？为啥这个狗熊戴着帽子？为啥它这个帽子这儿呢？这个狗熊做这个狗熊的时候，这阿姨给他穿的衣服呀。哪个阿姨呀？这是做狗熊的阿姨。为啥它也穿着裤子啊？爱宝走进了我跟乃梦的生活，可闹闹渐渐走进了我的心里。林总，上次那个红酒策划案，对方还没有给我们回信，您看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林总，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。讲。咱们新来的任意是对方冯总公司的校友，咱们何不死马当活马医，试试看呢？你是说仁一？来，饭来了啊！来，妮妮。我是讲啊，红酒这个案子呢，目前为止是我们公司最大的一个案子，也关系到我们公司今后的发展。这个案子大家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，今天呢，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，就想听听大家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想法，可以畅所欲言，随便说说。慢点。哎，仁一啊，你来公司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对这个案子应该有所了解。
我也想听听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建议，或者有什么想法。对红酒这个案子，我是有些了解，有一些个人的看法。我的建议是，放弃传统的广告投放方式，加入高端新媒体的介入。我有足够的市场数据来证实这个措施的可实施性。还有就是，我们公司一定要改变我们的广告策划案。如今做广告策划案，第一，你一定要去考虑客户的存在感，还有就是市场的时效性。这个时效性非常重要。我相信，改正了这2点，客户一定对我们再无疑虑，并且我敢说，我对成效负责。你的信心有多少？年轻人，别说大话嘛。冯总那边可是一点耐心都没有啊，这可是背水一战，失败了就没有机会了。我说我的信心有100%，有意义吗？那你刚才凭什么保证？你刚才又凭什么说对成效负责？凭我对市场的认知度，凭我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关系网，更重要的是，凭林总对我的信任。好，行了，都别争了。仁义说的非常好啊。我今天呢，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：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公司这个品牌的红酒广告策划案，全权交给仁义来负责。仁义，你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就只有今天有空而已。是，好，那么我晚点过去，谢谢。怎么了？你等会儿还有事啊？听说有一个老中医，他医术很厉害，我去把脉。老中医啊？是啊，我也想去看，能不能带我一起？当然可以啊。聊什么呢？逸轩来了，那逸轩，我刚刚跟爱宝说，我们俩想去看中医，今天能不能麻烦你带孩子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辛苦你了。那我们走吧。拜拜。来，拜拜。有问题打电话。我和闹闹玩了很久很久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2个。闹闹是爱宝的孩子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那么开心，就好像闹闹是我自己的孩子。在那一刻，我完全忘记了我是谁，忘记了烦恼，忘记了危险，甚至忘记了爱宝的存在。你看啊，林总，问你点事儿呗。说，那边那帅帅的男孩叫什么呀？他叫任意，是我们公司新来的。怎么着，喜欢啊？还行吧，您就帮个忙呗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喜欢他没问题，但是记住，工作的时候不要打扰我的员工。知道啊，就那边加一个。任意啊，任意，哎，林总，怎么了，林总？你看一下啊，整体呢我觉得还不错，可是
这方面可能要调整一下。对，我让他们呀，上面加盏灯，把这字打亮。怎么样？我放心，就按你的办。那累不累？要不要喝果汁？来，喝一口，喝一口吧。来，小心啊。好棒啊！